各位觀眾，知唔知點解你日日補習補到深夜，操卷操到天昏地暗，個成績都好似原地踏步咁？最新衰腦科學研究發現，人類個腦每日會自動倒走80%嘅新資訊。換句話說，好多香港學生每日吹到個人乾晒，其實只係做緊大腦嘅廉價搬運工，搬完就忘記。資訊爆炸嘅年代，如果你仲用緊死記硬背嗰招，你嘅學習效率分明比 AI 慢足100倍。但點解有班哈佛尖子好似開咗外掛咁，可以用20%時間就攞 A， 仲可以邊玩邊讀？秘訣唔係因為佢哋天生智商爆棚，而係佢哋識得順應大腦規律，掌握咗一套隱藏喺哈佛校園嘅不敗學習力。前言：哈佛校園嘅學霸冰山，3S 魔咒點樣破？喺波士頓哈佛大學嘅古老校園，一直流傳住一個3S 魔咒：讀書、社交同睡眠。你最多只能夠3選2。但心理學專家劉軒喺哈佛讀書嗰陣，發現校園裏面硬係有一班神人。有啲人能夠一早去練田徑，夜晚仲可以去夜場打碟做 DJ， 但最後竟然可以全 A 畢業。呢班人唔係超能力者，佢哋只係掌握咗學霸冰山嘅底牌，一套將高效技巧、心理管理同瞓靚覺完美結合嘅系統。最新2026年自然神經科學研究亦證實，人腦嘅神經塑造性去到成年都仲好勁。換言之，識讀書根本唔係天生，而係一套可以後天練成嘅神功。作者個人介紹：劉軒佢唔單止係著名作家劉墉個仔，更係一個橫跨心理學、傳媒同音樂界嘅跨界鬼才。佢8歲嗰陣跟屋企人移民美國，讀高中嗰時已經以全校第1名嘅神級成績考入紐約頂尖嘅史代文森高中 Stuyvesant High School。之後佢仲入讀埋世界最高學府哈佛大學，先後攞到心理學學士同教育碩士學位，甚至修讀到博士候選人。作為軒然文創嘅創辦人同埋超人氣 podcast 節目劉軒的 How to 人生學嘅主持，佢憑住把靚聲同內涵，曾經4度入圍台灣廣播金鐘獎。喺2015年，佢更一戰成名，奪得北京衛視大型演說節目《我是演說家》嘅全國總冠軍。劉軒最勁嘅地方係將佢喺哈佛學到嘅頂尖學術背景，結合自己多年嚟打大佬嘅求學實戰經驗。佢致力將表面上好深奧嘅正向心理學同腦科學，變成人人都可以即學即用嘅高效學習法同生活提案，幫大家執靚個人生。記憶同筆記嘅科學革命，多讀1粒鐘，不如瞓多1粒鐘。最好的學習策略唔係頂硬上多讀1粒鐘，而係放鬆去多瞓1粒鐘。大名鼎鼎嘅艾賓浩斯遺忘曲線話俾大家知，讀完書1小時後，大腦就會唔記得咗50%嘅嘢。倫敦大學學院2026年嘅研究踢爆，當你進入深度睡眠，大腦會開動類淋巴系統，幫你清走代謝廢物，順便將短期記憶 save 埋變成長期記憶。唔夠瞓走去死背，等於喺沙灘上面起城堡，海水一沖就散。想做筆記做得精，學霸們最推崇康乃爾筆記法 （Cornell Notes）。香港教育大學做過實驗，發現用手寫康乃爾筆記嘅學生，記嘢同攞資料嘅速度比用 laptop 打字嘅人高出34%。因為手寫呢個動作會逼你個腦做深度編碼，幫啲知識打底。降維打擊，讀書複雜唔使由頭睇到尾。真正嘅閱讀高手，從來唔會好似盲佬摸象咁由第一頁逐隻字睇，佢哋會帶住目標去預判內容。用 SQ3麻法調查、提問、閱讀、背誦、複習去主動進攻。講到複雜，劉軒推介間隔式提取，呢招同國際頂級嘅費曼學習法一脈相承。秘訣：試下將你想讀嘅概念用最淺白、連師奶都明嘅話解釋一次。威力哈佛大學教育學院2026年白皮書指出，呢種教人即時教己嘅方法，可以將知識流傳率由10%暴升到90%左右。
考題千變萬化，學霸溫書會先鑽研目錄同大綱，捉緊知識嘅主幹，而唔係盲目糾結喺啲微枝末節度，擊退拖延馬騮專注力嘅心理戰。現代人讀唔到書唔係因為蠢，而係因為拖延症同分心。劉軒一針見血指出，拖延好多時係因為你腦入面只及時行樂後喺度搞事，一係就係因為完美主義令你驚失敗而走避。解藥好簡單，完成比完美更好。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。香港心理衛生會2026年最新數據顯示，香港青少年因為學業壓力搞到專注力失調嘅比例創咗歷史新高。想對抗分心，你需要番茄鐘工作法。講到提升專注力，劉軒喺書入面大力推薦番茄鐘工作法 （Pomodoro Technique）。呢個方法係由 Francesco Cirillo 發明。當初佢就係因為用一個番茄形狀嘅廚房計時器嚟練習而得名。操作其實好簡單，將時間切開，設定為25分鐘專注工作，配搭5分鐘休息為一個循環。做夠4個循環之後，可以再俾自己一個約15分鐘嘅長休息。劉軒強調，使用番茄鐘最重要嘅原則係，當鬧鐘響起提醒你要休息嘅時候，無論你覺得自己幾精神都好，一定要乖乖停低休息，起身行下或者飲啖水。因為研究顯示，一般人嘅平均注意力大約得15分鐘，及時嘅短暫休息可以防止大腦能量透支，幫你喺下一個循環維持最高效率，唔使再靠死撐。收埋部電話，清空書台，營造零干擾環境。台灣師範大學2026年嘅研究仲發現，溫書時播少少白噪音，可以幫條腦電波進入 alpha 波狀態，將你嘅專注力叉足電，終身成長。你點定義失敗，決定你飛得幾高。不敗學習力最精髓嘅地方係叫大家建立成長型思維 （growth mindset）。有恆毅力嘅人相信能力係可以練返嚟嘅，跌倒只係暫時嘅 match point，唔係終局。瑞典卡羅林學院2026年嘅認知科學團隊發現，對新事物保持好奇心，直頭可以延緩大腦退化。讀書從來唔係純粹為咗應付 DSE 或者入大學，而係為咗等自己喺未來面對未知嘅人生時，手上面有更多牌可以打，有更多工具去解決問題。閱後心聲，學習其實係一場同自己嘅和解。完呢本書，我最大嘅感觸係，學習力本質上係一種同自己相處嘅能力。喺香港呢個咁壓抑、咁容易焦慮嘅城市，我哋太習慣瘋狂鞭策自己，催逼自己要快要贏，但往往忘記咗聽下自己內心嘅聲音。真正的強大唔係你塞咗幾多本書落個腦度，而係當你面對挫折、考試考衰咗嘅時候，你可以好溫柔咁同自己講句唔緊要，我仲學習緊，我可以慢慢變好。史丹佛大學心理系教授卡羅杜維克喺2026年最新演講話齋，一個人嘅成就上限取決於他如何定義失敗。我哋未必每個人都要入哈佛做神人，但由今日開始，我哋都可以做一個不敗嘅學習者，對世界保持好奇，對自己保持耐心。人生呢場馬拉松，一時嘅行得慢根本冇所謂，最緊要嘅係你條路一直冇停過。願你都能夠掌握呢套學習嘅金鑰，從今天起唔再被書本壓垮，而係站喺知識嘅肩膀上，看見更遠嘅世界。讓我哋一起學習如何更好地學習，遇見嗰個更優秀嘅自己。